国庆连续假期加上好天气，真侪景点拢是人客人，即包括新竹出名的龙园、小琉球、甲高雄呢，顿卡景点拢总是人。小琉球有超过15000人订岛，民宿呢，民宿根本就无房间。伫东港东流线这个码头，有人排队排1点钟才有法度上船。另外，高雄的景点包括赞义库、甲西雅湾、甲真侪百货公司，人嘛甜，买起是呛滚。 高雄最近真侪门的景点，展乐区出现着大批游客，这种会登山马仔的，嘛吸引真侪人来坐。到高山坐渡轮去基地佚佗，或者是真龙西雅湾赏美景、食美食，这拢是民众喜意安排的行程。国庆连假天气真好，全家做伙佚佗，心情嘛真好。若是行热的，百货公司嘛是袂歹。 排队排到真长，坐几啊日。百货利用假期推出优惠拍折，吸引买去。现在连假有办活动啊，然后很多人那边排队，看人山人海的、啊，那每个都在排队要买那个来电礼这样的。另外，屏东东港码头同款真赚。有民众甚至伫码头排1点钟才坐到船啊。根据统计，有超过15000人到小琉球佚佗，这旅客数量增加真多，海巡署嘛加派勤务人力。 互大家当有一个快乐平安的连续假期。